主后2024年4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50篇第1到23节。上主全能的上帝对东到西出声，呼召全地，对水无比的錫安上帝发出光。咱的上帝来临一定袂静静，有炎火伫伊面前跌倒，有暴风伫伊四围跌扫。为着要审判伊的子民，伊调天甲地来作证。伊讲：着调集我圣的子民来我遮，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。天要显明伊的公义，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者。我的子民啊，着听我要讲，以色列啊，我要控告你，我是上帝，你的上帝。我无因为你的祭司责备你，你的烧祭时常伫我的面前。我毋免对你的牛条接受公的牛，嘛免对你的羊条接受公的山羊，因为树林内的百兽、正山的精生拢属我。山内的白鸟我拢捌，旷野的走兽嘛拢属我。我若枵，嘛袂甲你讲，因为世界甲万物拢属我。我减会食牛犅的肉，啉山羊犅的血。你着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，着对至高者谢愿。伫患难的日，你着求救我，我要救你，你嘛着尊重我。毋过，上帝对歹人讲：你哪有权念我的律例，喙讲起我的约？其实你厌恶教示，将我的话等伫骹只后。你见着贼就甲伊同心，甲行奸淫的人斗阵。你的喙讲歹话，你的舌制造奸诈。你随便讲兄弟的是非，侮辱你的亲人。你做这的代志，我恬恬无出声。你煞想讲我甲你共款，毋过我要责备你，将这的代志摆伫你的目睭前。恁这个袂记得上帝的人啊，着想这个事，才免我将恁拆喙，无人通救恁。所以用感谢献祭的人是伫尊重我，行正路的人，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。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。拄好伫中信月刊看到一幅图，图中的查某囡仔拄伫虔诚做食饭的感谢祈祷。对基督徒来讲，食饭的感谢祈祷是真平凡的日常生活。毋过，详细看这幅图，通发现桌顶并无大鱼大肉。搁较免讲色香味俱全的佳肴，话简单是一点点仔简单的食物和一杯饮料。敢若看见查某囡仔甲双手放踮下骸，敬虔搁真诚祈祷的模样，看甲互人感动。作者用素描简单画出这幅图。若像伫提醒人感恩的真谛。今仔日，假使咱的餐桌顶敢若有一两样简单的食物，咱还会感恩无？敢有可能，咱的感恩已经掺杂物质主义，成做一种交换条件的顶值货柜？咱敢会干若只有物质丰富？有好成就的时，才感谢上帝，
伫一无所有诶时，就学着感谢咧。诗篇50篇23节，诗人指出，既然献感谢做祭，便是尊重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感谢本身就是一种献予上帝上水诶祭物。毋管咱诶努力敢有收获甲成果，毋管咱拄着诶是麻烦还是顺利诶事，咱诶感恩拢是甲上帝有关。上帝介意咱心存感恩，伊也伫咱感恩诶行动中得到荣耀甲尊重。布克林会幕教会牧师金辛巴拉捌讲，远离上帝诶第一步，就是欠缺感恩诶心，会互咱泯灭天良，沦为挂名诶基督徒。当咱受惠伫别人，无论是大是小，咱拢会讲一声感谢，好让上帝赐予咱后代诶救恩。咱是毋是常常向上帝献上感恩呢？诗篇50篇16节到20节，毋过上帝对歹人讲：你哪有权念我诶规例，喙讲我诶约？其实你厌恶假事，将我诶话等伫脚脊后。你记着贼就甲伊同心，甲行奸淫诶人斗阵。你诶喙讲歹话，你诶指制造奸诈，你随便讲兄弟诶是非，侮辱你诶亲人。对本诗诶脉络来看，歹人可能是指遐个袂记得上帝恩典诶人，因为知影上帝诶律法，违捌献祭诶人，应该毋是外邦人，是有甲上帝立过约诶选民。可惜上帝诶选民误解上帝诶心意，以为上帝要爱诶是祭物，所以用虚假、搁表面诶宗教仪式来献祭。其实上帝所欢喜诶，检是牛羊，检毋是人诶感恩和真诚诶敬拜。不如讲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讲袂尽诶恩赐。哥林多后书第9章15节。泰雅语圣诗224首，孝顺主恩，新圣诗593首，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。作词者庄森奥特曼伫1897年写这首诗歌，伊检采感觉人忽略上帝恩典，因为安尼提醒：做恩事你着算着孝。做恩事你减算为了，做恩事逐项算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默想，最近一遍好感谢上帝是伫什么时阵？最近一遍好感谢上帝是伫什么时阵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我要为着所拥有的学了你。也为失去的感谢你，为顺利的代志称谢你，也为失意的事感谢你。求你帮助我，无论伫什么种境遇，拢会当孝顺、恩典、心存感恩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